各位咱的中级咱的所敬爱的兄弟姊妹平安。真荣幸哦，当转来咱的舞会哦，哇，会再来到这真欢喜哦，搁转来这个所在吼。感谢主，咱做一个祈祷哈，咱压头做个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无煞，认捌你真正好，我真正一只欢喜，满心的欢喜来到你的殿中。求主圣灵甲阮同在，谢谢耶稣，我将下面时间交在你手中，安尼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圣主名求，阿门。好，这阵吼，我要邀请你伫咱教会超过一档聚会一档以上，先徛起来，来，超过一档的哦，哦，超过一档的哦，超过一档哦，无超过一档，无徛起来哦，吼，超过一档徛起来，好，哇，感谢主，来。你捌耶稣真正好无？有好无？好无？好啊！讲讲咧，毋好真啊假哦。有好无？好啊！甲边仔讲你捌耶稣真好，来。好来，但慢慢坐，甲你边仔吼，来，甲你边仔有迄坐咧吼，你甲特别换头去甲讲，你捌耶稣真好，来，你捌耶稣真好哦。请坐。感谢主，咱的福阳教会真正认捌耶稣真好吼，为认捌耶稣足优秀、足痛苦，认捌这耶稣要创啥毋知影，其实毋知讲认捌耶稣是真正好。感谢主，我今日来甲咱讲，认捌耶稣真正好，好到他们程度，真正好吼。来，你常常听到讲别人的性命是黄金宝云吼，我的性命是无价值吼，所以有听讲哇。是安怎拔出身吼，伊六地拢是麦克，我的六地拢地房子吼，是安怎别人生了安尼烟头搁美丽，我是 everyday 吼，是安怎人生才无公平吼，才无公平，哇！若做人讲这是命啦，这是命啦，无度啦，你就是命吼，认命吧。为真正毋惊死，毋认命，讲无安尼。咱来改名、改运、算命，所以这拢是谎言、欺骗，这种欺骗。命我当改吗？我当改无？来，暂时咱命当改举手。恁拢无，恁捌耶稣拢无改命过嘛？OK， 咱圣经讲来，圣经讲你爱认捌上帝，得到平安福气，也要。临到你，认捌耶稣，你要得到平安福气，也要临到你。另外一个所在讲，敬畏耶和华，无论大小，拢要得到福气。所以有讲，你若捌耶稣，敬畏上帝，无论你是大细汉，无管你年纪偌老、偌大、偌少年，耶稣上帝要祝福你。伫创世纪讲，伊要将天顶跟地下所有福分，拢要互咱。阿妹嘛，赞无？赞无？你捌耶稣赞无？赞啦！天顶地面所有一切的福气，拢要互恁。所以你今仔日若未洗咧，捌耶稣的，你今仔日听到对，你真正福气。阿免。我要讲一个故事给恁听吼，这个故事呢，足特别吼。你看这个帅哥美女吼，这个故事呢，这个美女吼是阮妈妈啦吼。阮迄时代是真正美女啦吼。拄伫阮爸这个帅哥，号称这个餐寮的帅哥搞笑，甲拢骑脚踏车去对阮某，阮某伫阮后我无地方伫骑脚踏车就弄着阮迄时代若弄着刚懵着爱甲人带阮爸嘛是呢，我真细汉，阮爸甲阮教骑脚踏车去看美女公主呢跟王子呢结婚了，应该是一切美好对无？应该是真好对无？一片美好，人生真好，但是呢，真不幸啊！因为阮迄阵伫台北阮爸爸住伫台北，我呢10个月着小儿麻痹，你看我的头特别大粒我妈抱我我头特别大粒哇！我10个月虽然会小可会行，但小儿麻痹了，骹拢袂行，袂顶袂动无像我即阵会走呢我以前介早正年纪有较大一岁，我以前
迄个石头吼，咱行到了呢，即阵要小可会行啦吼，最近有去健身房有差吼。迄阵真正两支脚两个就袂行，阮爸爸抱咧上面人咧看卖啊，头迄个啦，亚丽姐啊，奇怪，迄阵细汉伊拢做爱食甘蔗，伊每一间相片咧食甘蔗吼，但伊腹肚拢无好，伊拢啊落屎吼，所以阮兜是真凄惨。一个是小儿麻痹发烧，39度3个月，一个是定定落屎，人讲着拉，着了拉肚子。所以阮爸爸呢，佮韩国就按大把佮调倒来台南，其实看起来我想少差不多2-3岁啊，2-3岁，你看我面拢无啥变着真细汉老到将死所以拢叫我老王哥啦。其实我迄阵才做少年，18、19岁，阮陈佑啦、赵文啦，拢叫我老王哥我这么公平人生不公平嘛然后叫魏鹏叫王哥，我叫老王哥差不多几岁其实我30岁就老咧知我拄个看咧相片中，真正足细汉就老咧知你看妈妈的面呢，拢足粗鲁、足忧愁。阮爸爸呢是苦中作乐所以阮的家庭是无快乐的。这嘛是你看妈妈嘛是要讲真正足忧愁的，无快乐。是安那？阮医疗费个囡仔个袂有平安。阮妈妈足够白各位阮妈妈足够白，因为因做是当机当机，所以画符阮厝拢搭符搭符足够摆。啥物人讲对一个有孝有灵有邪搁较远带我去互摆去互看。足奇妙的阮爸爸因是迄阵公务人员，工程局将是改做驻都局。迄阵派来台南，甲阮到宿舍，一间房间内底有2户。真正上帝做特别安排甲阮带做伙是一个长老会长老大公教会的长老小讲，阮人因生3-4个拢袂落屎，嘛无安怎，阮兜就是袂落屎，差较济无平安福有满时，生命满时不是伊嘛传我讲，哎呀，王太太你嘛爱来信耶稣。我妈妈讲哎哟，我心比你较济，你一仙了，我较济仙着你，我来xử理要拼嘛无拼xử理但是因足奇怪，因拢无安怎，阮就平安尼，爸爸刚食一款的水，阮爸爸因讲迄个公务人员配米拢相共，逐个食相共的物件，是安因无代志，阮有代志。有到一天阮3节去住阮兜，伊才看袂过甲妈讲阿嫂，恁若无信耶稣恁厝惨我妈讲啥惨？因阿免的呢，因来祈祷鬼拢走咱兜呢。你若无信耶稣这鬼一定来甲恁创治呢。所以恁若无信耶稣，恁无法度呢。我妈足铁气的，有影无？足铁气的，继续去拜，继续艰苦日子也过啊，真辛苦。有一天。阮阿嬷来讲我听讲东部有一间庙真有灵有邪，咱来试看卖拜看卖反正听到有灵有邪就去咧对去呢起动跳的当机讲我看恁囝若无信耶稣无救安尼哇阿免呢当机竟然讲落教了，讲你无信耶稣袂使呢，哇，所以阮兜信耶稣是当机讲的咧，阿妈真正听一个讲起咧，我拜个专心拜透透，有庙拜到庙，你既然到尾甲讲你拜耶稣，你去拜耶稣，哇，我妈实在是无法度，但是伊嘛才足铁气，所以你若无经历着，你也足铁气的我若平安，我妈足铁气。有庙有当改无？有庙当改无？只有耶稣当改变。有一天足特别的，阮的厝边邀请妈妈去参加一个报道会，
报道会是一个异地的报道会，已经吼，我头讲过啊，有庙不啊无庙，当机讲你来去信耶稣，哇，已经拜到无啊！啊，即个当机咧讲啊，加听看卖啊，一个隔壁讲，王太太啊，你若要来信耶稣看卖啊，来听这人报道，听讲吼，伊若祈祷吼，骹会病好去，骹会得去吼，啊，你要来看卖吼，哦，我嘛讲半信半疑啊，吼，啊，来听看卖啊，听看卖啊，听看卖啊，爱去吼。啊，反正讲到讲啥嘛听无吼，但是开始讲来祈祷，大家排队啊吼，大家排队。我妈妈讲吼，心内讲今仔日吼，阮囝吼骹会起啊，我来信耶稣。哇！伊讲我囡仔来徛起来，我要信耶稣。啊，因为我像我妈无信，所以咧讲来，要祈祷的来排队吼。所以咱一般拢歹势，拢摆上后壁，我妈摆上后壁，哦，后盖你问咧，人讲要祈祷，你也冲第一，因为温哥上济吼，到尾啊阵温哥吼，温哥就较顺，最后要无力啦吼，所以我今仔吼无好，就是吼我妈比上后壁，哦，做半好，你知无？半好，哦，哦，啊尾到尾捌着妈妈，啊我牧师问讲，啊啦，这太太啊你要祈祷啥货？伊讲这囡仔吼。小米麻痹袂行，袂徛，啊！你替我祈祷，要伊好，好啊，替祈祷，祈祷了，放伊涂骹，喂，徛起来，徛10秒钟，阿妹嘛，将你啊归上帝啊，来路亚，10秒钟，10秒钟，改变一生，不是6秒钟，是10秒钟哈。足奇妙诶，10秒钟，我妈妈流目屎。决定要信耶稣，等我跟爸讲，阮爸讲，有影无影，要信好，要信就来信啊嘛。阮爸无差，阮兜洗咧伊上蛮洗啊，洗，阮妈讲要信耶稣，伊当伊吼真正足决心的哦，将遐五常啊，遐符啊拢摕掉，开始认真来追求耶稣。你看。有喜乐无？哦，加一个哦，迄啥物人？魏鹏啊，魏鹏长老哈。哦，我们魏鹏长老呢，出事吼，我无找无另外一张，伊若出事总笑眯眯，无像我以前你看我头前两张相片，我拢安尼老到底，你阵我嘛无共啊咧吼。哦，感谢主，真正一点的改变，所以有命当改变。你算命无能改变，改运无能改变，改命无能改变，只有耶稣当改变。阮兜安尼开始，你看妈笑甲足欢喜的对吧？哈，阮爸即阵笑是半笑，因为最还袂相信的啦哈。阮咧聚会哦，阮拢去主里，阮咧聚会，伊拢伫厝咧饲鸟啊哈。但是吼，一半是伊吼会载阮去，吼会载阮去聚会吼，啊伊家己佫走转去偷仔转去厝吼，啊。感谢主，伊嘛信主啊！感谢主哈，佮比阮热心哈。阮了开始信耶稣了，阮兜就平安，阮兜身体拢足健康。但是呢，阮妈足烦恼啊，因为啦，温度阮拢发烧39度3个月。阮妈讲吼，这囡仔吼，若会好吼，头壳压大去啊咧。阮妈足烦恼的吼，足烦恼讲我这头壳压大去啊，感谢主啊，啊头壳。哦，这种毋是讲读册是好啦，感谢主讲，我当读到大学啦，感谢主，营养归上帝吼。人无翘起个，我拢读册，这嘛是稳定，你知影无？咱拢知影，一个人发烧39度3个月，这头壳就烧歹去啊吼。啊，当然，阮三个内底吼，阮妹妹、阮弟弟吼，足厉害，足够读册的。哦，我国中啊读，无半只马。阮妹妹吼，凊彩读，好读只。因为加倍就是全校模拟考哈，前2名都随便有金马奖，啊哈，他有金马奖，我有金龟奖哈。魏鹏啊是国中咧做踢足球哈，啊无看读册哈，嘛是用金马奖啊，奇怪呢，哦这么认真都厉害哈，感谢主啊，至少哈，感谢主，因为神的动工，今天我们读书这些都是神恩典了哈。满，你看我们的家庭，我妈笑多可爱哈！哎呀，哦，这是我爸，真的是比较真的是有平安的哈。那时候去受洗了啦，阿门！哦，他真的认识神了哈。你看到真的平安。
真的，如果你还没有认识神，你还没明白耶稣，还没洗礼，我鼓励你来明白耶稣，真正好，阮的家庭大大改变，真正大大改变。唔加阮无身体，阮身体健康以外，所有一切拢改变。真正你爱来信耶稣，真正好。今仔要甲你大家讨论什么叫福气？什么福气？咱追求什么福气？这是咱的甲骨文，咱中国嘅甲骨文的福气，意思讲一个人摕一罐酒甕啊，伫遐拜神。伊的福气的意思讲，我甲神有连结，有连结，这是一个福气。但是演变到尾啊，咱的这字叫做福，所以咱的心越愈细。神啊，赐我一口馋，有饭通食，就真正的福气。所以咱愈来愈迄个心愈来愈细，叫啥物福气？亲爱兄姐、亲爱朋友，伫电视顶悬的收听的，啥物是福气？咱来思考啥物是福气？你追求的啥物货是福气？我记阮细汉时阵哦，读国小，希望紧读国中。我读国中才比国小较可怜哦。紧变读高中，高中我惨啊！高中我比国中较辛苦哦。我希望去考大学，考大学我去哦，考着好学校，我希望考好学校，有考着好学校真福气。敢真正安尼？敢安尼尔？哦，但是读了，咱希望哪找头路哦，上好先啦。薪水高，离家近，然后睡觉睡到饱，薪水悬，真好。这是咱的梦想，咱福气。哇，这个头路真好，哦，这福气真好。但是呢，24小时爱加班，哇惨啊！哦，所以咱追求啥物件？咱咧读册阵希望当考得好学校，真福气。咱咧找头路，哇，真好，找到一间真好的公司，有好的头路，稳定，佮薪水真悬的，这真福气。哇，无偌久呢，交一个美女一个帅哥，结婚呢，这真正福气。结果无偌久就佮冤家相拍，然后离婚，唔是美满的家庭。所以，咱追求的是物件是啥物件？有子登科，有某，有车，有钱，有囡仔，有厝。拢总有，这是福气吗？真正这嘛是福气啦。但是发现你这福气是对着你的年纪的改变有改变，到真正的福气有啦，但是拢暂时的。所以你年纪无共，你追求福气无共。即阵比如讲，我60万哦，我真紧吼，透露我的不能透露我的秘密啊。即阵我讲，哎呀，即阵我都讲啊，希望阮师母佮生一个囡仔哦，这真正福气，哦，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嘛，对吧？哦，所以这福气无共。迄阵哦，阮结婚了，7档还生囡仔，迄阵足希望生囡仔哦，真福气生2个帅哥哦。即阵的福气佫无共我想法。咱在座你想的福气是啥物件？但是你发现讲，咱这福气讲对着咱年纪，对着咱的时间会无共。好像无一个啥物真正的福气啊！所以人生的福气是啥物货？上下尾啊，静电图叮哦，就结束啊！这嘛福气呢？哦，会当困到叮这敢是真正福气？然后人生来这世间，安就了啊！咱福气就多。我头讲的，咱迄嘛是一个福气，但是咱真正福气是啥物件？所以咱一生追求是啥物件？所以咱有阵时来比较咱的学历，比较咱的金钱，咱的成就。但是上帝讲，我看重的是比你这较济，我看你是宝贝，我看你是我所疼的囝儿，伊看你比这你的学识。比你的财富，比你的成就更加重要。我一生要甲你同在。我想我做牧者了，我甲兄弟姊妹咧沟通，尤其袂是best 也袂捌上帝讲，咱若去拜拜了你落家了讲，我今仔日要对你转一困，我马上惊死，对吧？我困袂去嘛。
啊，你去拜了讲，好，我决定验，你甲我大灯去搞，甲你用做去困。因逐讲唔好，啊，你去拜伊，讲要甲你做去困，你惊到要死对吧？吼。但是上帝讲，我随时要甲你同在。这个福气是永远福分，袂因为你年纪的改变，袂因为你当时的改变，伊要甲你同在，这就是一生的福分。咱有遮好的一个朋友，24小时甲你同在，这福分是比什么也重要。甚至伊要指示你头前的道路，伊要你有福乐的人生，有喜乐。我唔知你有快乐无？有无？信耶稣快乐无？有法讲呢？哦，有法通讲呢。其实哦，足侪基督徒无快乐呢。今仔来遮坐伫遮听我讲道啊，真无快乐，因为去夏牧师催来呢，吼，去足侪朋友 call 来呢，吼，哇，咱听一个直接咧闹下海，吼，啊，真无快乐呢。哦，啊，看到这张图，啊，这张图吼。毋是要看这独个的王牧师啦，重点是恁看到，恁有看到无？乖乖，恁有看到乖乖无？乖乖，顶款写啥物货？福气满点，有看无？哦，这才是重点啦。独个的牧师无重要，福气满点。咱的上帝就是要指示你的道路，不管你今仔行到倒，去对一间学校，你食啥物头路，你娶啥物某。你不管安那，伊要带你行你的道路，拢袂你喜乐，佮有平安。这是人生上大的福气，要互你过着福乐的人生。阿妹吗？哦，感谢主。伊什么讲？你敬畏我，互你一无所欠缺。我从地面上的雨水要落雨水伫这地面上有田，会当结这个结枝条啊、树啊，要结果子。将这一切福分要互咱，所以敬畏伊的，你无欠过，免惊遐。伊所拄着困难点，对伊来讲，小可大代志。我毋是讲迄小代志哦，小可大代志哈。你的问题对伊来讲是小可大代志，伊要为你解决一切问题。所以你要认捌耶稣，这个福分你今仔日一定爱带转去。你若经认捌耶稣，你要继续跟随耶稣。他牧师有介绍，我伫2011年，我上帝圣灵感动阮，甲阮太太，阮全家去开拓教会。哇，走了伤紧，这歹势吼，歹势走了伤紧，走伤紧哦。阮伫阮教会这里在自动播放吼。阮长到12周年啦吼，阮教会12周年无要活咧吼，教会要活吼，感谢主吼，无翘起吼。阮这教会设立阵呢，阮全家服侍吼，喂饭，阮爸爸佮阮全家吼，即服侍，感谢主吼，这教会会当伫遐，阮所建立，阮教会无大啦吼，细一间教会吼，阮台下顶的比台下较济，吼，顶悬敬拜赞美团比会较济，感谢主，但是阮这内底有喜乐。阮的主要目标是讲对遮青少年吼，阮就感谢主，上帝，阮有机会伫公园做报道，用敬拜赞美一寡学生，因为阮对面是一个国中学校，所以阮敬拜赞美。但随着时间的改变，阮伫2018年拄着封印吼，阮即阵拄啊有4个家庭离开阮的教会，我就我讲阮甲牧师讲哇。因为迄阵的教会拢是囡仔吼，读大学、读高中，阮的囡仔真侪囡仔。我咧祈祷中主这间教会敢挡会牢？祈祷，上帝甲我讲，你已经来预假，人生的道路，我咧教授好毋做，走起来做牧师，搁做牧师，搁做青少年教会牧师我就讲哇，主真啊假安尼？伊问我讲，安尼完真的完假的？我毋敢讲呢，因为我真正在考虑呢。上无信心，教会上无信心是牧师呢，毋是遮青少年吼。但到因拢讲牧师加油冲落去吼。我就我牧师冲落去恁拢无冲落，我嘛足烦恼的吼。
上帝甲我讲，你玩真来玩假的，你真正要真的假？我讲吼，安尼真正我唔敢讲。我讲安尼无安尼啦吼，无你爱帮助我。伊讲我要你寡妇孤儿，你要爱无？孤儿寡妇你要不要？我讲吼，上帝啊，你真无公平，从咱头开始讲无公平。你看北京教会拢是王永庆、王世宏、郭台铭，你给我是孤儿寡妇，对我真好。我本来是伫校袂歹，甲你来教教，互你安尼吼，上帝无应该无要讲啥，伊甲问你为毋尔吼，伊当我讲好啊毋啊，我吼想几若工，我讲好安尼啦，好啦，但是吼有一点啊，你要甲我同在，爱帮助我，因为其实我头讲的，我是教会第一代青年，圣经读作真济，但是拄着风雨的阵嘛，才惊吓，就这大顶悬10个门徒，拄着风雨的阵，因做这工课，摇水，收布棚，大惊要死的，拼到要流汗，但是袂记得耶稣伫船顶，因甲母家无法度阵去找耶稣，讲耶稣救我，我嘛是讲。一开始无花阵是我家己的困难，无甲安尼添甲歪，但是就是无看到功效。记得中，我讲好，你若好我要爱，但是你要甲我同在。感谢主咱母会也支持，足侪人支持，足特别的。阮伫2018年头前开拓到2018年，每一档拢是 minus。阮迄人真济嘛大人家庭也真济，逐档都minus。但是2018年，我们大人都离开阮教会了，阿门。2018年到现在，每一年都正的，阿门。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阮的囡仔拢咧食，未食头路。我每个月的房租重担，但是不晓得什么地方来。我们真的是上帝甲阮支持。所以，亲爱的兄弟，伫电视顶看的朋友兄弟，你拄着问题，咱的上帝拢通看过。我拢经历，你嘛拢经历，唔好放弃。咱的上帝足奇妙，奇妙到啥物情形？有一个无信者的，奉了100钱，今年讲还出去，行出教会去探访，遮阮的邻里有需要的。家庭10户，阮1户拢互伊正大的红包。阮带阮的青少年，阮的会友出去甲因祈祷。这户呢，因是特别的社会局的关怀户，因为因囝有某些特殊的原因疾病哈。感谢主，今年12月3号要去教会洗礼。阿妹，将荣耀归上帝。阮去阵啊，分的阮的同工为这病人祈祷，为忧愁的人祈祷。哇，感谢主！等阮这囡仔回来了，讲牧师，咱当时过来，因感觉因伫种教会是真幸福，无行出去无比较，毋知幸福啊！哇，你看这人都偌优秀，对无？真正足优秀的，因的家庭也真凄惨。阮就足奇妙的，我讲我甲上帝答应了，上帝真正供应阮。我讲交互你，你就来处理。所以，亲爱的兄弟，我真毋知你有啥物问题，但是咱的上帝我能处理一切。我的脚，我的教会，上帝看过，毋是我教，真正无当教，无我人无当教。人熬袂晓赢过上帝的熬，真正恩典满满，真正恩典满满。阮的教会遮囡仔，像上帝讲的，阮有一半以上是孤儿。中这个太太后壁这个爸阿母拢，伊国中老爸过身，高中老母过身，阮内底有一半以上拢是孤儿寡妇，还有
寡妇，真的占阮教会8成。上帝感谢主，真正伊差来鼓励寡妇，阿们。但是差来了无欠过，阿们。感谢主，恩典满满伫中间。阮领受的，咱感谢上帝。阮遮囡仔，你看每一个总欢喜对无？有喜乐无？因的每一个学历拢无共，每一个成就都无共，但是因活伫上帝的道路内底。有台中一中的，伊一开始就伊的目标啥物货？伊讲牧师，我要做补习界名人。感谢主，这就是补习界名人。阿门。阮鼓励阮的囡仔，照你所爱去行。我靠上帝，上帝就带领你。我相信上帝继续伫新芳教会要做奇妙的代志，也要伫咱附近教会做奇妙的代志。阿门吗？借着你，来，你甲左右讲，上帝要借着你，好一人得到祝福跟福气。来，上帝要借着你，得到你福气。我讲魔鬼魔鬼做唔甘愿的，啥啦？伊无爱看咱好，所以伊甲你讲你的命无救啊，无改啊。去算命嘛无用改，也讲无效啊。所以这是谎言，讲白贼。甲你讲无救啊！但是耶稣讲，我来是要人得生命，得到个丰盛，要找的丰盛福气拢要互你。所以你是有救的，你是有我能改变的，爱伫耶稣内底。所以耶稣讲，你伫世界中有苦难，但你放心，我赢过了世界。阿门吗？不管你将是学业的困难。你的经济问题、翁仔某冤家的问题、恁家恁囝袂好的问题，你要做一切的问题，对耶稣来讲，小可大代志，因为伊赢过了世间，所以咱将按一切的代志交互耶稣。我可以，伊要成就，你爱成就，伊要成就你，所以你爱认捌耶稣，你要知伊真正好，要你真福气，互你活命。亲爱的。兄弟朋友，今仔日我见人到这，但是我要邀请咱常常主恩，上帝恩典食看卖啊！食看卖，你就食苹果，我讲食苹果才好，你无家食看卖，无加落，你也毋知这苹果酸啊是甜的啊。讲到嘴角全破，无值得你一家就去看卖。尤其咱的接朋友邀请来，试看卖啊！阮家改变，阮的家庭改变，阮的教会改变，这拢毋是咱人的法度，只有上帝。伊讲我靠伊人是有福气，我靠有福气。今日你来到附近教会，毋是偶然的，你真正有福气。甲你出去隔壁讲，你真正有福气，来。好，咱来唱一条歌吼。坐倒哈，坐倒，咱来唱《耶稣在我的心》哈。来，这条歌我毋知你晓唱无哈，无紧，我唱啊大声，我会走调哈。来，无紧，来，敬拜站的团要替我唱会使哈。来，虽然我以前是带敬拜站的但是年纪较大